偌多，一时叫我怎样回答这个问题？感情用钱爱顾家，不是生理地买。一旦付出着，亲像水泼落地，有价值的爱是无讲代价，只要咱莫做爱情的奴隶。爱情一斤搭偌多，一时叫我怎样回答这个问题？感情用钱爱顾家，不是生理地买。一旦付出着，亲像水泼落地，有价值的爱。无讲代价，只要咱莫做爱情的奴隶。你问我爱情一斤重偌济，一时叫我怎样回答这个问题？感情用钱爱顾家，不是生。但付出着，亲像水泼落地，有价值的爱是无讲代价，只要咱莫做爱